众朋友，今日講好無？係阿明哥劉浩明，歡迎收看福喜來。教育部也今年如果大力咧去推動我哋本土語言嘅教育，我哋喺東部有啲改革做我哋咧客家化嘅本土語言教育嘅線上，而就用一種改lin路嘅方法來推動啊客家化嘅本土教育講，我哋馬上來歡迎我哋咧彭水蓮彭先生來現場，水蓮先生好。主持人阿明哥你好，大家好。我係彭水蓮。水蓮先生，你來自哪呀？我在你台東。你台東，你這個本地都台東人哈，還是講你這個要先住係對其他地方使來呀？我係本來係苗栗32年。苗栗32年，然後後來如移民可能我哋咧之前移民工作嘅關係使台東，係嘛？錯。因為我哋講其實你喺後山，我哋講後山啦，嚇，我哋講後山花蓮台東嘅片，其實改革仲改革是去推動我哋客家話嘅一種教育。這個係咪同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這個係一生嘅嗰種產品好冇？好啊，我係國小先生啊，我退休以後啊，就喺台東想講自己客家人啊，退休以後就用自己專長留個心力都用啲推廣客語、教客語，還個推廣客語嘅文化安尼。但是你頭先講好，你係先生，我個小先生，你當初推動客家嘅本土語言嘅時候，客家文化時節，喺啲教書時節都推動，還是講退休向當做呢？我啲國小做先生嘅時節，有幫助嘅教育處啊，嗬，佢哋推廣本土語言嘅推廣，我就有擔任指導員咁樣嘅工作。韓國客語嘅輔導員，就幫助講啲學教客語嘅推廣，我自己咪有做一些客語教學嘅研究。退休以後就較有時間咧，就想講用無同樣嘅方式來推廣你客家文化同語言。因為嗰種人退休以後，你想講，我哋可以遊山玩水啦，嚇，那就去老了。但是你這個可以想法嚟講，即係反退休嘅時間，你講搭可以個專心去推廣客家文化。我哋哋講用一種過特別嘅方法來推廣客家文化，係一種用飛本係咪？係啊。當初我想用飛本嘅方法來推廣客家文化咯。因為我自己對文學、畫圖、文學跟繪畫都有興趣啊。還冇退休之前就建議學習客語嘅文學，學習用嚟寫客語文學嘅件事情畫圖咪係退休以後真有時間去畫圖咧。之前都冇畫圖哦，喺退休以後真開始學畫圖。你邊度推廣我哋客家文化學畫圖？其實咪對畫圖有興趣，啲學校教書嘅時間都冇閒啊，冇辦法去實現自己興趣同理想咧。我咪一下就想到去用飛本去推廣啦。我一開始係先老師朋友向下創作童詩，寫詩韓國畫圖，安尼詩畫。結果畫圖感覺小朋友安尼都有創意啊！韓國小朋友又懂好談故事，他人細緻都好談故事啊！故事我喺度想，用畫圖創作故事一件事情，韓家做得引起，做得想小朋友嚟學習你嘅客家語言同文化。嗰等於如果你即係睇以前睇教育、睇推廣客家文化同客家語言嘅時節，你會發現一個講，我認為去想生意嚟去做一件事情，一方面頭都同我講嘅，如寫史記，好，這樣嘛規劃東西，然後聽你嘅故事，好，睇你甚至如果要談故事，第三你畫圖。或者你等於你把後來因為最上癮，可能會最上癮來接觸到我哋客家文化，三個最重要嘅元素，你就接拍後來，你變成後來開始人家嘅創作，用飛本嘅方法來推廣啊，等等客家文化呀嘅事情。錯故事真係懂想小朋友，其實睇人咪好看故事啊，我自己咪感覺故事懂想人啊啦嗬。不過我自己先畫故事啊，我自己先創作感覺都有好啊。後來因為我有帶客語宣傳班，做客語宣傳師嘛，又教一群小朋友，
啊，故说后来我都想过，带点佢到创作故事，我喺唱啊，去家先创作故事以后，啊个再过来就带点佢到创作故事。因为其实我哋几多嘅推广客家文化教材里边，有啲嗰種단詩啦，認創身份會用一多嘅機嘅啦，嚟開始來教。嗰種有時候少到聲音嘅人家就人家聲音，以為感覺到怪無聊。好，但是跟住講比有喺度講，而家係咪用創歌嘅啦，用舊嘅方法啦，嗬，用他聲音咧可以用認創身份嘅方法來接觸到我哋客家文化。但是你可以特別你用一個非本嘅方法，嗰種你用非本嘅話，非本嘅內容呢，能用嚟產生啦。像我哋嘅教學嘅理念嘛，就係小朋友嘅生活經驗，地度佢自家嘅想法，佢會從佢自家嘅生活經驗地度去創作，啊佢嘅創作地度就教佢用辦用啲客家語言去表達啊，想講去表達佢自家嘅想法，結果後來啊佢係用客家話去表達佢自家嘅想法，哇！一件事情真係當有意思誒。我相信觀眾朋友聽到件嘢可能唔到啲，我哋咧，佢雖然是人講嘛，你係咪同我哋講啲嚟講？比如講，聲音嘅當初在寫時係咪用法文寫呀？比如講，一般10個嘅小朋友地度嗬，請2-3個會用客語寫。係啊。大部分用法語表達。按過佢寫我先引導啊，啟發引導。用一種小團體搞神奇啊，帶點佢哋去想象，啊佢哋就會想象出來當神奇嘅東西啊，用文字表達出來以後啊，我就教佢用客語表達。你先用一啲想法想象地方先講，後來但是先用法語用寫啦嗬，然後法語地方有啲個東西係可以用客家話去。講去應用誒，其實都線上如果引導一定去用客家話去改一定嘅法文嘅記嘅。錯啊！像我一開始係同時嘅創作，我嘅帶法就係帶領佢哋從生活經驗嘛，去寫出佢我想要表達嘅事情，結果寫出來嘅東西係當有感情嘅，係佢自己嘅生活經驗。但是用嘅客家語習慣用嘅一種詩句去寫嘅。錯啊！喺度創作一本很多嘢講冇來眼，係從一地度都係我帶啲小朋友寫童詩，地度全部都記得我生活經驗嘅。記呢句講啊，當甚至有個小朋友啊，我印象當中，佢都寫講嘅日頭啊，就算呢日頭像內蒙嘅兩個，當初嘅日頭像嘉美嘅兩個，安部日頭啊，像咖啡幾兩個，用色水啊來看嘛，佢一張圖地都不3張日頭啊。但是當初寫時應該係講早上的太陽吧？應該係好當初寫時，因為我哋習慣用法文寫到東西，可是伊當初寫嘅時候一定係講早上的太陽像檸檬蛋糕，但是線上其實都講我哋。早上啊，就客話講早晨，太陽啊，就講日頭，然後慢慢嚟啲搞，變講原來以這個法文嘅記憶可以變成客家話嘅詩文嘅記憶時間。你講改幾隻詩？係啊。但是因為記憶本身還是幾隻聲音嚟寫嘅。錯，佢嘅想法啊，懂得一下啊，一種土地都3張日頭，太人冇嚟想。咁即個安尼，等於你講我哋同學生啊，強下以創作。我哋喺邊為咗教育嘅嗰種客家嘅教材嘅時間，因為一種共同產生嘅，我哋講教育嘅東西，同以前我哋公辦咧，比如我哋講官方辦天咧，網絡他嘅人標準咧，哪一成果嗰好啊？佢有興趣係佢自家本身嘅東西。佢唔係念先生寫嘅詩，佢係念佢自家寫嘅詩，韓國佢係創作佢自家生活經驗嘅故事，嘅故事地度係佢當佢自家嘅經驗，故事佢唔會唔記得啦。佢將佢學習客語啊，嗰種效果係當有正趣嘅。我咪喺度想，因為你自家創作嘅東西，尤其係你自家睇人哋講斟酌啦，你看到一下子咁樣嘅時間，你都等於把幾句話。從頭到尾，因為5遍、10遍、100遍，
无人去求你啊，但是你这个要经验咪好了。我相信个声音呢，下一摆一天晚记得早晨的日头，冬至的日头，安布也的日头，咁我也佢要寫其實個感情呢，如果你寫講哇，佢阿公作沙果，哇，佢寫動精彩嘅。係啊，你看作沙果蛇，有到詩的代換都出來。哦，係啊。佢個絲蟲啊，吼，佢搞了嘅時間，看到個水管啊，當搶砂鍋，佢都講搶阿公做砂鍋啊咧。啊，想問一下，像你這個在養多個聲音嚟做一件事情嘅時間，對你來講，係故事歸重要，還是講正確嘅用一啲文字嚟表達個重要啊？兩種都重要啊，因為佢第一部分係佢自家表達佢嘅感情，係啊，表達佢嘅感情，比如講佢講，哇，阿妹講，當日都講佢喊太巧哦，有冇？佢寫出來就當然會寫啊，你就會想，佢做乜解會安尼講呢？啊，其實佢對阿妹係希望阿伯，哇，冇驚啊，冇驚，希望阿妹嗬變成好長時間安靜，有冇？哇，佢都本佢感動嘛，我喺感覺嘅保留佢嘅想法當重要。保留嘅想法，我平常時嗬睇啲係無腦佢改，無腦佢修改哦，唔係用人睇人嘅想法去改佢。我平常時無腦佢改，我會攞佢翻譯做客家話。佢都好少用客家話講佢嘅事情啊咧。都保留佢最初嘅創意啦，只是講後來有啲詩，我哋用客家人出，我哋個習慣嘅詩嘢。佢哋代替嘅法文嘅詩言嘅部分。錯，尤其故事哦，係寫詩咪重要，韓國寫故事咪重要。嘅故事嗬，聲音嘅故事嗬，嘅講天馬行空，係睇人嘅世界想出來嘅。故事我會留啲文化嗬，先搞佢哋啦。佢創作故事嘅時節啦，我留啲客家文化融入佢嘅創作地圖，當神奇。用一種歸創意嘅方法，把我哋客家人嘅文化同我哋嘅法文嘅教育同我哋聲音嘅創意全部攬強下，如果喺我哋彭水林先生一啲推廣我哋客家人也是會歸創意嘅元素哦。就是一下對下我哋嘅彭先生介紹一下飛本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哋來自台東嘅彭水林彭先生，伊同我哋紹介過，伊係用飛本嘅方法來幫我哋客家文化同我哋嘅法文嘅教育合放來最變成我哋聲音嘅創作。可是地講其實你這個本大陸有在做飛本嘅創作係咪？係。可是你這個對你講，你係咪先有飛本嘅創作，然後再同我哋嘅聲音嚟強下去創作嘅兩部分啊？從我自己係先做創作，一部分係我帶領小朋友創作，一開始係自己先創作。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過，你這個本大自己嘅創作嘅部分有哪些？我創作過係袁火龍嘅客家莊嘅故事。袁火龍客家莊係。韓國阿三妹風茶。阿三妹風茶。係啲客家文化。文化係。當重要嘅文化。人家講有山都有客，有客都有茶。嘅俾睇人食上嘅一種當好嘅文化咧。就想講用飛本嘅方式啦，佢保留下來。韓國最近108年係創作一本沙皮鼓。沙皮鼓，沙皮鼓其實對人家嘅個人強一篇，也可能唔點樣嘅沙皮，你同我哋食朋友紹介個乜嘅沙皮啊？阿明姑，你阿婆主持節目。青沙皮哦，你客家人哦，喺讀到表現到好嘅時節啦，只不過我弄一個看沙皮啦，看沙皮呢個厲害意思啦。你睇到啊，你時節就感覺屁股個尿個講，當親切錯冇？佢說也個行業詞彙啊，我講感覺當時要保存下來，像我個飛本啊太貼嗬，只不過用一個當特殊嘅詞彙，做一個保留啊呢。嗰時等於講，人意思都講，
其实你用绘本爱保留的东西，唔单止係客家文化，尤其係以最可能屯配的文化冇同樣冇，如果佢特別的地方，譬如講風茶、沙皮，還有另外一本書，其實伊係留喺個我哋客家文化，比如客家語言地方，佢特別。其他民俗、其他花式地方冇用到嘅東西，呢啲係最值得留下來。錯噶，慈妃當春遊啊，嗬，其實有語言就有文化，韓國人語言真正當神法嘅東西，唔過也係越來越流失脫嚟當大數。我一次都係感覺，我創作繪本以來啊，要留一條慈妃留下來，都感覺我自己要當傻皮。你都冇當傻皮係啊！而且最重要嚟講，真係嚟講，嗰種講出唔可以講出傻皮嘅件事情，我都覺得跟人家客話真係有水準。韓國地圖其實也係地圖嘅故事啊。真嘅咪係用一種當漢語嘅方式調查落，像啲嘅故事都都人自己一聽冇聽過，像呀有都強呀嘅阿聽過，我考阿明古哦，乜嘢都強呀。強呀意思係咪講各位聽書朋友冇咯？各位松鼠嘅意思啊？哦，你懂強誒？咩？其實學觀眾朋友。我都想過，我當初看到蠻多強呀，但是我用英文個 little helper， 我想過可能小幫手的意思吧。錯，強呀就是小幫手。原來你也看英文的。我偷偷看英文的。強呀就係小朋友啊，佢表現當好，他當會聽做事情，唔係凊彩做哦，我當三忙要做到當好，當做在講嘅當強呀。嗰所以係當古老嘅詞彙。古老詞彙。我就創作嘅故事啊，其實也係一種也係較親子嘅故事啊，吼。像一本書裡頭有2隻故事，第一隻故事講嘅阿丁姑係彭彭先生嘅自家畫嘅自家寫嘅，第二隻故事啊係我奶嘅創作嘅。我先講第一隻故事。先講第一隻故事。係啊，第一隻故事其實也係我自家結合我哋3年文化，因為我係苗栗3年人，苗栗縣有舉辦，當年都有舉辦嘅文學節嘅比賽啊，一本書係有得獎出版嘅，也係苗栗縣政府出版嘅，我都因為係寫自家家鄉故鄉苗栗啦，就留故鄉苗栗嘅人文風土都變入去故事裡頭。像我哋有草莓啊，吃婆誒，比吃婆較大嘅就草莓，草莓啊，聽古都會聽雜啊，就留睇人聽書，佢係小幫手，韓國啊，我哋有3年啊，吼，有個雕刻，雕刻。雕刻師傅叫阿公係雕刻師傅，佢都停定佢學習吧。我創作也係感覺，哇！係新人嚟做得，佢係小幫手，因為停定睇人做一啲傳統強嘅流失嘅文化，哇！安尼唔要幾好誒。係啊，我等於講，伊啲故事裡邊一開始，第一，你把伊啲其實我哋改少用，可能我記唔得嘅東西講入去，我變成一啲我哋標題，聽佢講把我哋3年嘅文化，不用去聽我哋故事裡邊。做結合文化咯，語言嘅推廣。像我頭擺寫時節啦，會去做鹹菜有冇？冷鹹菜啊，用鹹講，即係洗鹹淡一件事情，我咪變入故事裡頭。韓國人啲客家話有溫講，我哋南部講高講。你哋講高講哦，你高嚟高去，你嗌聽數唔聽數嗌嘛，然後按到溫講啦，我哋講溫講，你哋講高講，咁樣誒，就有留呀，用呢篇故事裡頭安尼，亦係我自家啲畫嘅時節係新年嚟啲平常時嘅生活啦，我就感覺新年當我聽做這時就感覺佢當等一下，就有佢變做一種小幫手當強人。韓國聽呢隻故事，按到西王橋，西王橋，其實西王橋係我奶嘅，佢國小時節創作嘅，佢幾好時創作，佢係用華語創作嘅啦。因為佢看到嘅流浪橋當採購啊，學校縣政府有辦嘅比賽啊，佢做小書比賽，我都感覺有故事，當神趣，佢也係已經26歲，
伊也写时间嘅创作，俺知道当神奇动有意义，古时候俺老叫泛舟客话。其实佢一开始係用翻譯啦，俺就感覺一故事當神奇。古時候地圖嘅圖畫啊，一地圖嘅創作圖畫都係一本書翻譯過來嘅，翻譯過來嘅。古時候也很多死亡橋，死亡橋，古時候死亡橋嘅原版嚟㗎，個死亡橋嘅客文版睇一片，跟住有本書嘅天意狀嘅故事啦。係啊，我感覺自己當有意義，都想講安好嘅故事，其實也係寫我嘅觀念就係寫人嘅創作嘅故事哦，你哪本寫人看啊？我較感動。係，因為一定在想嗰啲東西咁樣啊，一定觀察東西咁樣啊。有時候你發現講，怎麼一看得到，人哋看唔到人類，一定都按愛呀，一定可能人嘅都同人哋冇咁樣嘛，可能看到結尾冇咁樣部分，我都講伊可能一個國土同嘅結尾態勢嘛差唔多。伊可以看到講，伊啲結尾可能看人嘅嗰種國土按個體人嘅沙飛地方按門險嘅時間，嗰種門險都一定看得到，但係個太人看唔到啊。故事當神奇嘅。故事一定做出來故事地方，聲音係全部啲。講嘅東西全部。嗰陣時佢係用天腦去畫嘅呀，天腦小畫家，15年以前哦，畫嘅有一個樣是天腦開始流行嘅，用天小畫家去畫嘅，知道保留嘅聲音嘅感覺啊，唔係講乜都當好，唔過我感覺佢嘅意思要保留下來，呀，比如講佢地圖啊，其實聲音嘅國土啊，佢嘅地圖嘅對話啊，當神奇哦，成把對話當神奇啊。像佢呀，你改動人哋接嘅叫啦吼。看佢嘅聲音啊，其實佢咩當有憐憫啊，憐憫心啊，吼，佢畫嘅圖啊，都感覺當生動，佢嘅感覺都畫到地圖去嘅，佢也看不出來用小畫家畫嘅。係哦，因為嗰個聲嘅叫，都感覺到伊鬼強，然後鬼通嘅嗰種樣嘅睇嘅。係呀，其實個故事地圖啊都有對話，一到旁邊順嘅小朋友都因為媽呀就叫話個。出叫誒，挑人嘅東西是冇發過來，一聲嘢都得意啊，一叫佢啊，忘叫個，我唔係真嚟啦，當菜歌啊，基本係烏飛嘅，佢說誒，必必菜要嘛嗬，而家感覺要畫出嚟，我就感覺，係啊，聲嘢嘅國土啲畫圖啊，咁我當神奇嘅，韓國韓國話其實睇人哦，搞聲嘢，比如說冇辦法人作就要嘛，自己有聲音嘅時間，這個些時間都冇搞聲音嘅。嗰時候有本書較適合親子教育啊，因為頭嗰位老師人講神法啦嗬，就講你做唔得睇人偏就，唔識人講法係，我俾你帶正係。係啊，佢都有對話哦，也係嘅翻譯啊，就講啊，寫下歌你喊得一下哦，阿叔當中意你誒，你堂嘅本意思好冇？佢幅度嗬係要當到哦，我帶你來聽下來。其實啊，故事地圖都有對話啦，聲音你看嘅時間都有個情境啊，嗬，其實會學到嘅對話，故事我感覺故事嚟教下你嘅同好誒。係啊，因為從頭一講嘢兩本故事嘅時候，我都發現到講，我哋常常啊，我自家。睇人自家幫啊，等等語言去分成講簡單咧，我哋講初級、中級、中高級安尼方法。但是嗰種譬如講頭都講嘅嘅事情，可能一路表達哎呀係中高級嘅事哦。但是對於我哋聲音嚟講，其實做事嚟講，伊係個中高級、中級嘅東西咯。對於佢嚟講，一路萬事佢自然都學到呀技法呀，做乜佢強呀，你都萬事我冇亂嚟講啊。嗰種其實文化地位冇乜嘅中高級，乜嘅難嘅初級。最重要講，唔係咪睇日常地位，用聲音嘅規劃用嘅方法，規劃用嘅方法，先一啲高一點，也係低一點。聽你講睇下故事地位，等於如果唔用一種文化嘅方法，用一種講故事嘅方法，可以自然嘅把我哋客家文化。錯，做啲老文化、老故事結合吧。聲音其實佢都從細就會吸收嘅。但佢神奇。
好，鬼神奇的故事里边，伊都鬼刺眼，都吸收的东西，也会比嗰种铁心，黑花铁树顶，红木的钟顶什么的，佢有时真的是透过的媒体神法里边用的法。根本就记不住。我说我喺度推广用故事来教小朋友学习汉语一件事情，韩国因为我哋推广汉语文化，我说我同好老文化介绍俾小朋友，我即个创作咩要表入去，教小朋友创作咩要表文化入去安尼，嗰時有睇節目地方，你會發現到講，其實唔係純粹人嚟講，一幾把樣，你用一種故事的方法，用一種個神奇的方法，佢自然的把客家文化同埋等，佢重要的一個文化地位，一種佢講的話地位，加俾去，我等你從什麼？你而家聲音呢，一聽都會佢自然的講客話哦。休息一下，等下我等埋有另外一本書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堂節目，我哋來賓水林先生同我哋小姐也要打屁股。其實一堂節目裏邊也介紹我哋聽一本書，係乜嘅？聽一本書係《董大娘》。董大娘啊，天白看到上，只是唔點講董大娘啊？我哋呢邊有啲董大爽啦，你講鬼偷襲嘅意思啦哈。我講董大娘係乜意思？你爸是談過大娘嗎？我談過大娘，但係我冇談過喺解嘅董大娘。因為我北部北是演董，就係南是演講鬼。鬼大娘，係乜意思呢？很搶眼啊！很驚豔我老小朋友介紹就講，你看楊木祖啊，哇，強強我俾人打到嘛！楊木祖都會大娘哈，係啦，我哋南部講鬼大娘啦哈。看到嘅哇，銅匠嘅東西，也係講銅鐵皮嘅東西，楊木祖都會一金，木祖會白金嘛，我說都大娘。當然其實係當咩？佢常用到嘅東西啊，譬如講有啲韓國嘅名神名神實在董大娘係啊，係以上嘅嗰啲匠以上嘅嗰啲，嗰啲搶眼啊哈，以上人做到安尼董匠就係董大娘，嗰時其實我用繪本啊，咩保存當到嘅客家當特殊嘅詞彙啦，像有小朋友創作啲度嘅圖畫啊。哇，故事啊，全部都創作董匠有冇？故事也題目就很多董大娘。像日本嘅繪本都講唔同學生嘅強下去創作嘅。帶動小朋友創作。小朋友創作，咁唔能用我帶動去創作，那不一的主題，還是講不一的想象咯。當初能用帶人用去創作。像我教細人嚟啊，我係注重冇主題嘅，就係用啟發引導，希望佢哋大嘴鼓，去講出佢自己嘅生活經驗。我說我哋帶嘅時節啦，會先重要一部分就係大嘴鼓，從本佢哋分組有冇？去教了，啲教嘅時節啦，佢都會當到想象力，韓國大嘴鼓先重要，佢就會講佢發生乜嘅事情啊，有冇睇有乜嘅神奇嘅事情啊，佢會講當神奇。佢說我按到年代啊，帶啲小朋友創作故事啊，我即刻咩學習到年代小朋友嘅世界真係等一下。佢說1、2、3本，也全部都小朋友自家嘅生活經驗去創作嘅。嗰種嘅等於你講一本書裡邊會幾多嘅小故事，係咪？係你意思嘛？錯，一本裡都有4隻故事。有4個故事。因為我2、4、5個小朋友我哋分做4組，一組都創作1隻故事，係用分工合作嘅方式創作出來。嗰時每邊都係聽我哋大嘴鼓嘅時節，你想出來一個故事咧。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幾個故事呢？好啊，像我哋度啊，都小朋友創作4隻故事我印象當深嘛像第一隻故事啊，就係羅皮嘅潛頭路。羅皮嘅潛頭路，羅皮嘅怎麼潛頭路？而且嚟地方喺啲好好怎麼潛頭路？因為小朋友有一個小朋友係6年生當兵嘅吧。而係去年嘅創作，佢當畢業啊，佢當經過畢業典禮嘛。嗰時有潛頭路係咪？佢都想過，佢羅皮咧啊，他嘅啊，
散茫变态耶，古时候佢都出去尋頭路誒，佢個創作地度啊，都大家吧，個老皮嚟做做乜嘅？你頭阿公問一個，你係咪自然係做乜嘅呀？佢老皮嚟自然做乜呀？做無老皮。做啊，有佢講我做老皮銀行地度嘅老皮嚟哦。其實我條台東啊，有一間都老皮銀行哦，嘅老皮嘅一路啊，比如1.9嗬，也有價錢，嘅買檔好嘅價錢咯。我說嘅老皮嚟講，我變做老皮嚟，那一百號也有價錢啊呢。一戶件嘅老皮嚟一貴。以為就講，像就係要嫩要拍嘅老皮嚟就講啊，我想我本人使做老皮乾。本期就適到我嘅時節，我屁股春蒼草，種下我將我嘅香味啦，我將我嘅香味種下，吸到起地度去，佢用安尼形容，用漢語化去形容佢嘅感覺，哇，當厲害嘅。係啊，佢大家老闆咧都有自家嘅詞眼，就話像安尼，當成詞係當成詞，佢係用一種擬人化，你想像亞族啊，也係創作很多客家美食大擂台，客家美食大擂台，佢就講轉去阿婆嘅屋企係太火房屋啊，火房屋三合院啊，火房屋阿婆煮當多客家美食，客家美食全部都會講法誒，我大擂台阿婆嘅小朋友講阿婆係聽唔到客家美食講乜嘅哦，是啊，冇係咁躺喺度哦。你一擺上來時陣，他講你睇上面睇下人咧，裝個上面佢就掌握愛聽最好食嘅咋。係啊，我係娘先嗌就臭嘅啦，以為就講冇呢，我係要揀用嘅，我比你好食多嘅啦。佢做啲大擂台，上場比賽大擂台。不是，這是生意嘅國土同他人嘅國土都冇一樣哦。生意他人嘅國土都講，哎呀。也要切得好冇，也要做公用啊，炒得好冇。生意呢，我認為哇，你全部擺上來的時間，他跟你都在想，萬一我不給你顯示到，萬一我給你顯示強，好像是大擂台一樣，他跟你的掌握，係最好食的，好，要加個嚟升，但是真是我生意呢國土我想說安尼東西。錯啊，生意當為擬人化啦。一個世界當等一下，像亞族我當欣賞啊吼，佢想講當較成熟嘅想法，佢老產業吧，佢老你平常時看到嘅產業吼，想做經理，各種產業都像經理樣誒，經理有一種能量，有報酬。個報酬吼本出嚟調走嘅，出嚟調走以後啊，哇，個人都哇強會屍體咧，強會無命嘅安尼吼，個出嚟啊後來都老報酬萬本一到經理以後啊，世界怎會變好安尼？嗰個等於你講，伊咪可能研究睇嘅，伊嘛透過嗰度東西，嗰時。等於你講，伊用另外一種嘅方法唄，伊咪擬人化嘅，伊係用另外一種方法，把佢哋嘅產業變成一啲經理，但是經理底部一路有一啲報酬嘅報復啦，冇你講迄一定也是最重要嘅東西，但有一年你啲產業冇嘅，佢等於也要經理，也要報酬冇，等於人哋啲產業可能有啲消失去咧，咁樣咯。係啊，嗰時候我想到生意，其實佢咩當強嘅，有安尼想法。係，而且有關注到我哋嘅產業嘅一啲實質嘅事情。當時生意冇安尼想嘅，像個茶米啊，茶米佢做資費報酬，因為你是茶以後，係冇當有精神，就係資費報酬。資費報酬唔簡單嗬，結果佢連自家名都想出來，小朋友安尼想，安尼創作嘅，還講茶米，茶米咩係報酬，而家講茶米，還講講到油桐紙，還到發布，還到毛嘢。其實我哋台東啊，個山東啊有種毛嘢嘛，毛嘢是那個健康啊，當養生嘅東西，佢毛嘢嗬係健康報酬，毛嘢今年嘅報酬唔簡單嘅嗬，大家都見做戲嘅呢。因為健康唔緊係得啦哈。對，就小朋友行老嗌到菜梯啊，菜梯嘅建設啦，有邊一位嘅故事地圖，像就做啲看故事啊，故事地圖啊，有嗌到台東嘅金剛山。
cái山呢哦，像金光樣的哦，你有看故事哦，有請同觀眾朋友看一下故事哦，個故事裡頭有畫金光山哦，嘿，韓國我哋台東啊嘅嘛，二站坪水橋，韓國火車站啊，韓國西三行啊，嘅彩體嘅體驗文化都表現故事裡頭，可是我的聲音呢，平常時真的都有注意到我哋以神法嘅嗰度提供，唔好講，而喺度嗰種喺咪突出離開台東嘅，對台東乜嘢都唔識。嘿，我係感覺你教好，要將你嘅文化表現俾韓國啊，伊嘅彩體啊，也有加出。比如講，我哋台東啊，創作嘅係台東嘅故事嘛，你到啲高雄，也係講啲屏東，也係啲北部，你啲彩體嘅，嘅小朋友創作嘅係都係自家在彩體嘅，讓你幾多研究佢哋自家嘅文化。同時我哋看到有部分嘅時候，我哋冇提過，原來台東有安好嘅文化，提嘅安好不散提嘅地方。錯，古時候小朋友動強嗬，係啊，動強哦，啲咩藝上嘅哦，小朋友自家，真的是。分工合作去想出來嘅，韓國啊，像小朋友創作港中人，港中人，然後吳國人，保安，也偏嗬，幾像吳國人、港中人，韓國也係吳國人啊，也係美味，錯佢哋港中人嘅感情，佢港中人平常時對佢當好。結果啊，港中人啲話嗬，本厝嘅強強不實體咧，無屬神咧，小朋友就寫講佢用啥去報案，想辦法啦，我講人去報案咯，韓國咩會報案咯，其實有故事喺度，啲小朋友講佢唔看咩會嗬，會去捉老鼠嘅本主人獻寶。嘅故事就係佢用神法經驗表現來嘅，懂得一下。但是又結合到我哋當地嘅我哋嘅中國嘅文化。結果佢都我無拿嘅總圖啊，就係佢用谷倉啊，嗬，小朋友都畫谷倉啊，佢頭前啊都老鼠嘅全部本咩會做啲頭前，佢做老鼠嘅保安，個無國人啊，都含嘅當到屌嘅來捉蟲嘅保安。你睇人嘅世界個。哇！嘅屌嘅係咩是谷啊？嗬，屌嘅應該係谷啫。唔過小朋友冇咁樣嘅，小朋友個嘅屌嘅冇講人嘅朋友啊，屌嘅全部都係食蟲嘅啊！佢哋嘅世界冇咁樣。真係冇咁樣係。我以前嘅世界，佢哋想象力，我想象安尼安定下個東西。從我做了佢哋嘅想法保留下來，我就冇講佢做唔得安尼啦，就希望做得保留嘅想法。像佢哦，你睇有安布頭嘅見，韓國有意思頭嘅見，係小朋友嘅世界真係當得影響。我係希望推廣安尼，就係希望啲係帶小朋友從自家嘅生活經驗去出發去創作。韓國其實佢開始係用華語去引導嘅啦。佢可能用華語講出，因為有小朋友真係當時會講客話，你要喊佢用漢語創作，可能你睇人都當難。係冇錯。像我教學嘅經驗喺度啊，得有2-3個嗬，不用漢語創作，嗰就真難得啦。大部分係華語創作以後，你教佢用漢語講出來，去學習漢語係真係當好嘅。有人講哦，想象力係最大嘅武器。今日彭水林先生嘅經驗都等於同人講過，應用把細人嘅想象力加放喺等客家文化，把客家文化推到另外一個新嘅境界、新嘅一種方法。今日嘅感謝我哋水林先生來到香港同我分享安度推廣客家文化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歡迎大家來欣賞我哋創作嘅繪本，咩歡迎大家攞嚟共用嗬，帶啲小朋友創作，係希望啲客家語言流文化，做得用安尼當文學藝術嘅方式啦，傳承下去，也係我最大嘅希望。係啊，冇錯喎，看到安度繪本啊，相信客家人一定對我哋客家文化如果有信心嘅，尤其係我哋啊聽我哋先生來認同一通哦。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運動又來哦！
先老夫先生今日到他家乡下來運動，今日我哋勸用，我一嚟等你嚟做運動，記得咯，一嚟等你固定好勢，先唔得要輪你走來走去，安尼冇安全咯。但係我哋都嚟鄉下運動，第二咧，我哋坐穩來，坐等你坐穩來，可是你等你要搖冇？繼續我哋都坐等你嚟鄉下運動，第二咧，我哋嚟訓練我哋腳嘅力，第二咧腳打開來，我哋安尼嚟用10下，1、2、3、4、5、6、7、8、9、10，再來10下坐過前面一些，安尼腳讓起來順過來哈，1、2、3、4、5、6、7、8、9、10，我哋腳同嘢鏡頭，咪喺停同一係，所以我哋完全前面後面放一係，前面後面再一擺前面後面再來前面後面前面後面再來做10下，1、2、3、4、5、6、7、8、9、10，安尼做相當嘅好，大家做真好也望安尼嚟坐等你走上曲，這個時間腳兩片慢慢地提用放起來準備好勢，我哋放下來開始1、2、3、4、5、6、7、8、9、10， 10下，再繼續1、2、3、4、5、6、7、8、9、10，最尾來10下，1、2、3、4、5、6、7、8、9、10，要剛剛安尼腳順揚也正常，黏黏下嚟，同安尼腳緊路變強上來，一望安尼用等你同安尼腳路等下嚟腳路等方挨下嚟運動準備好勢1、2、3、4、5、6、7、8、9、10，一腳緊我嚟變上來，再嚟練習1、2、3、4、5、6、7、8、9、10，最尾一擺來1、2、3、4、5、6、7、8、9、10，相當的好，也望你來做腳踏步的動作踏出來，no boy， D boy，no boy，D boy， 準備好勢，我哋嚟向下做，no boy，D boy，no boy，D boy， 安尼練習控制你no boy，D boy，no boy，D boy，
挪背，移背，挪背，移背，順樣唔怕哦，越練腳力越好哦。做日嘅動作，不本身體愈來愈健康，越有力，我哋腳數總是會做哦。喺種個順樣，我哋記得用自家數嘛係同腳運動，隨啊，彎腳哦，相當嘅好。運動。有時候我哋做要順樣吼，我哋都從數用第二項分檔項。看來下，再一擺來哦，分檔項，分下，分檔項。看大下，你我哋鏡頭，還有我哋腳，如果唔會順樣咯，我哋再嚟做一擺對頭做到尾哦。有啲行路嘅動作，我哋數兩項嚟打10下來哦哈，1、2、3、4、5、6、7、8、9、10，10下，盡量坐喺前面，你腳加有空間，記得停頓哦。再嚟一擺哦，1、2、3、4、5、6、7、8、9、10，相當嘅好哦，又咪就上曲。腳兩片向下嘛唔怕，向下嘛唔怕哦。開始哦，1、2、3、4、5、6、7、8、9、10，10下如果感覺就可以順樣咯，亦都有一啲效果哦。我哋繼續嚟試看試你哦，1、2、3、4、5、6、7、8、9、10，最尾一擺哦，試看起來，1、2、3、4、5、6、7、8、9、10，腳要感覺順樣，唔怕我哋腳。一樣兩顆來，用手壓定我哋腳，不用輕鬆，慢慢地放鬆來哦。然一下，坐穩來哦，先至bắt落去哦。放鬆來，放鬆，身體要愈來愈健康哦。要慢我哋來試看先呢，同腳帶上下停頓哦，一樣做10下來，1、2、3、4、5、6、7、8、9、10下，做10下，我哋腳帶停頓，你嘅腳盤要個有力咯，再來試看先呢哦，1、2、3、4、5、6、7、8、9、10，把你兩隻腳向下來停頓看試你哦，1、2、3、4、5、6、7、8、9、10，再來一擺哦，1、2、3、4、5、6、7、8、9、10，最尾一擺咯，1、
2、3、4、5、6、7、8、9、10。根本我哋學嘅，再嚟做一遍咯。第一個腳踏上來，第二個我哋就上腳，再來我哋腳兩邊上下，腳勁來運動。按你以上簡單嘅動作，好唔好冇？好好運動哦，這農夫先生，我哋來了哦。